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、13节到18节。出来记第4章第10节到31节。启示录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生，或者是死。差不多每一个人拢真想要来求生啦，就是讲破病嘛，想要得到医治啦，想要活较久啦，但是会找死的人，基本上就是伫这个生的这条路，伊无法度找到一个有价值，无法度求生，认为人生已经到着这个路尾，所以伊就找底路。人生无5万会通讲是人生最大的悲哀。10多年前，当阮还未出国进前，牧师娘伫高中咧教册，学生的中间有一位伫这个大热天的时阵，搁伫穿厚厚的外套。有一天，牧师娘就挡袂牢，就问讲：你安尼袂热吗？这个查某囡仔口气真无好，就甲伊应讲：你是阮母爱哦。过一段时间，大概是秋天下尾溜开始凉啊。这个查某囡仔颠倒脱外套落来到伫牧师娘的面头前，剩伊的手骨有滚划，是这个自杀的记号。伊讲：我是阮老爸老母离婚的罪魁，我有啥物意思？大概是对牧师娘有信任啦，然后因就成做真好的朋友，忘年之交。到伫阮出国了后，搁捌接到伊的电话，讲真想念这个老师阿母。现在有真侪人为着要会当生存来逃亡，有人虽然是活地，但是却亲像死去。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16章25节捌教导讲，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的缘故来丧失家己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这是咧讲到对信仰咧看的性命的价值。对于摩西来讲，一个捌生过伊、养过伊的埃及，对伊来讲是一个死亡之地。虽然伊就安尼就来逃走，去到伫米甸的旷野。虽然是安尼，但是伫上帝呼召伊了后，不但伊必须爱去面对家己的困境，伊阁爱倒转去伊所逃亡出来的地，去互以色列人来得到顶头生。上帝旨意是非常清楚。咱看见圣经记载，摩西对上帝讲：我的主啊，我毋是熬讲话人，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，我是喙舌钝的人。上主对伊讲：什么人互人口才？什么人互人袂讲话？袂听见？目睛或者是失明，兼毋是我上主吗？打你着记，我要赏赐你口才，我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。摩西讲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派别人去。上主就对摩西发授去，讲：利未人阿伦囝毋是你的兄哥吗？我知伊真敖讲话，现在伊来要接你，伊看到你，心内会真欢喜。你着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我会赏赐你甲伊口才，佮教恁做应该做的事。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，伊对你讲做你的代言人。你亲像伊的上帝，
只是伊应该讲的话。你着举即支管仔来行神业。咱看见伫摩西的生活的中间，伊的丈人嘛甲伊讲，迄个要杀你的法老王已经死，你通平安倒转去。因为摩西来对伊请求讲你互我转去埃及，看我的亲人是毋是还阁活着。圣经记载，摩西就倒去伊的丈人叶忒罗遐，对伊讲，请互我倒去埃及，看我的亲人还活着无。叶忒罗甲摩西讲，你通平安去。上主伫米甸对摩西讲，你着倒去埃及，因为要害你的性命，遐的人拢死去啊。上帝交代摩西甲埃及法老王所讲的话，伊讲你着甲埃及王讲，上帝安尼讲，以色列是我的大囝，我捌甲恁讲，着放我的囝离开，去服侍我，毋过你拒绝，所以我要杀死你的大囝。迄时阵就是上帝启示摩西，相款嘛启示约翰，着爱甲撒狄的教会讲，你着写批互撒狄的教会的天使，讲有上帝的7个神甲7粒星伫迄位安尼讲，我知你的行为，人讲你伫活，其实你是死。着醒起来，加强特别无去的气势啊！因为我看伫我的上帝的面前，你的行为还无完全，所以着记得你所领受的、所听到的，着遵守，着悔改。你若无醒起来，我会亲像贼来，你一定毋知我什么时阵会来到伫你遮。基督徒应当爱警醒，才会当脱离死亡，进入伫永生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拢掠做家己真好，咱掠做家己是活的，但是事实上，咱并毋是真正安尼，是失去性命的。当基督徒追求上帝圣神圣洁的生活的时阵，就必须爱会通得到上帝永远的活命，得到存活。约翰伫启示录的中间安尼讲，毋过伫撒狄也有一寡人，因的衫无拍拉松，因会穿白衫甲我做伙行，因为因会堪得。得胜的人是相款会穿白衫，我一定袂对活命册，甲因除名。我会伫我的爸甲遐的天使面头前公开认伊的名。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话。甲主同行就会通得到永生。其实这是约翰的神学。亲像伊伫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所讲，伊若相信的人，就是未抵到伫灭无，反倒转会得到永生。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惦惦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无开喙无出声，因为你的对敌得扰乱，怨恨你的人得反叛，因用奸诈的计谋要害你的子民，因参详要害你保护的人，因讲来，咱来消灭因，互因来亡国。13节到18节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来分散因，亲像吹线的土粉。互因亲像粗糠，互风来赶走。火怎样来烧树林？火怎样来烧遍山岭？
求你若照安尼将用大风来追赶因，求你照样用大雨来恐吓因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因满面见笑，让叫因来承认你的大快乐。愿因永远失败惊吓，愿因伫见笑的中间来死亡。愿因知只有你是上帝，你是全地至高的主宰。恳求上帝帮助阮看清楚阮头前的路，来明白你的旨意，追求你的救恩，追求永生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